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柏金遜精靈，我係 Aileen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位對我幫助好大嘅中醫師廖文浩大夫，註冊中醫師，同時亦係骨病學治療師同神經反射治療師。醫師簡介：廖大夫多年專注於疼痛與神經康復方向，擅長運用頭針配合中醫針灸、艾灸，按病人需要加入衝擊波同手法治療，幫助鬆開筋膜黏連，減輕痛楚，改善功能。為何懂病者心？更難得嘅係，廖大夫自己都曾經受強直性脊椎炎困擾，所以佢特別明白慢性痛症患者嘅心理同日常挑戰。每次治療，佢都會用好實在嘅關懷同正能量，俾到病人信心同希望。義診經驗重點頭針。響2024年10月，我參加咗以頭針為主嘅柏金遜義診。頭針落手之後，效果係即時感受到，例如身體放鬆啲，動作順暢啲，步伐穩定啲，效果仲可以維持2至3日，令我日常活動同訓練把握到黃金時間。響12月1日完成第5次義診之後，我選擇繼續跟進治療，預約期要去到2025年2月。個人難忘經歷，點知就喺12月10號朝早起床時，我雙腳突然發軟，無力落床。家人同我 call 救護車，去咗急症室入院，住院1晚檢查過，話冇事，就返咗屋企啦。之後做咗一連串骨科專科檢查，包括磁力共振掃描，都找不到病因，情況時好時壞。當時喺屋企需要用助行架輔助行動，而外出就需要坐輪椅。持續治療安排，依家睇返時間就係舊年嘅2月開始，廖大夫幫我做整全治療。除咗常規嘅針灸同艾灸，廖大夫會按情況加入衝擊波同手法治療，針對筋膜、黏連同局部痛點，分階段調整方案，再加上中藥調理，務求令改善更持久、更穩定。而我嘅情況亦都一日比一日好。依家我喺屋企唔需要輔助工具，可以自由活動，而出外就可以用拐杖行路，輪椅只係 standby。個人感受，作為11年柏齡嘅我，最深刻嘅係被理解。當醫師理解我係點樣同症狀相處，再用專業技術配合鼓勵同希望，我會更願意同身體合作，行多一步。每次見完廖大夫都感覺到如釋重負，充滿動力和正能量，夜晚仲特別瞓得好。醫師風格與溝通，廖大夫問診細緻，會聽我講每一日嘅真實感受，包括震顫、僵硬、步態、睡眠、情緒同疲勞，再幫我設定可達成嘅小目標。每次治療完，佢都會教返屋企可以做嘅小練習，等效果延續落去。適合邊類病友？如果你正面對震顫、僵硬、步態不穩、長期痛楚，或者想配合物理訓練提升功能，頭針聯同多模式治療可能會係一個值得一試嘅方向。當然，每個人情況都唔同，需要由專業評估，作出個人化方案。溫馨提示：所有治療都應該由合資格醫師評估風險同適應症，並且配合你本身神經科、藥物及復健計劃一齊進行。任何不適都要盡早同醫護團隊溝通。多謝大家收看。